主后2025年3月初2，西日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0章12节到19节。耶罗波安甲众人民照罗波安王的话，伫第3日倒来见伊。王用歹声扫应人民，伊毋听元老予伊的建议。颠倒照少年人的意见对人民讲：我的老爸予恁爸重会担，我要予恁搁较重会担。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王毋肯听人民的请求，因为这个代志是出自上帝，要实现上主通过示罗人阿希雅对尼拔的囝耶罗波安所讲的话。以色列众人民一个知王毋肯听因的请求，就对王讲：大彼的王国阮无份，亚西的囝甲阮无关系。以色列人啊，恁拢倒去恁兜，担大彼家，恁家己顾好好。对安尼，以色列人拢倒去因兜。毋过，罗波安犹原做住伫南部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的王。罗波安王派监督强制劳工的亚杜兰去以色列人遐，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伊钉死。罗波安王就赶紧上战车走倒去耶路撒冷。对安尼，北部的以色列人反叛大彼家到今仔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当咱咧读历代志下卷会掠做大彼的囝所罗门王，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王。伊有智慧、才能、国富民安，佮敬畏上帝，名扬四海，所以凡事顺利，也得到善终。昨日咱也对照列王记上卷第11章，咱会发现所罗门的晚年，甲伊拄呾做王的起初几年是完全走样，也铸下国家分裂、渐渐行往败亡的原因。所罗门王伊贪恋女色，伊娶700个公主做某，阁有300个嫔妃。这个女子引诱伊的心，渐渐伊无完全顺服上主，变成多神主义者，也做上主看做歹的事。伫耶路撒冷起坐坐外邦神明的祭坛，搁用这个神明烧香献祭，大大惹上帝生气。因为安尼，上帝就对伊警告，要予伊伫死后国家分裂，大彼家会对大国变做小国，所以上主就兴起国内外的对敌来攻击所罗门。国外有以东王哈达甲叙利亚王利顺，另外伫国内上界大的政敌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原本是所罗门王一个得力的助手，伊是以法莲人老爸那拔早就死，老母就走赶，所以伊替所罗门做修补大卫城破徛工事去做美乐的期间，得到所罗门的赏识器重提拔，负责管理约瑟家，也就是以法莲甲玛西一族，也有可能是规个北部12族所有的工程。伫所罗门的时代，不断在做工程的建设，所以担任工程师是一位任重直属所罗门，也听取来自广大人民的意见甲心声。上主透过先知阿希雅
甲耶路伯安讲：我竞选你，照你所爱，互你做以色列的王。因为耶路伯安伊本体就想要做王即种企图心，加上上主先知的信誉加持，所以一山不容两虎，一国不能两军。所罗门要杀耶路伯安，耶路伯安只好逃走去到埃及，伫遐请求政治庇护。直到所罗门王死，才互以色列人民邀请转去做人民甲政府谈判的特使。故事讲转来，所罗门王死了后，伊的囝罗波安续接伊做王。所罗门又带真济某生真济囝，咱毋知为虾米伊特别喜爱罗波安，互伊做伊的接班人。罗波安的老母叫做拿玛，是阿门人。所罗门伊做王的时40岁，耶路伯安做王的时41岁，也就是讲，伫耶路伯安伫即个罗波安伫所罗门做王的时，伊出世差不多1岁。罗波安是伫所罗门王盛世的期间长大成人，所以享尽荣华富贵，也毋知人民的生活甲民间的艰苦。娇生惯养的罗波安虽然已经41岁，毋过伊的想法做法甲态度是亲像毋捌代志的贵公主。伊无伫耶路撒冷办登基大典，反倒选择踮事件举行，必然是考量到北部的人伫迄段当时已经有不服反乱中央政府的心，伊想要讨好安武这的民心，所以才去事件办登基礼。毋过北部的以色列人也趁即个大日子，派人去请耶路伯安转来做因的说客，要求政府爱减轻所罗门时代留落来即个过度劳役的苦劳。罗伯安用3日的时间考虑，伊先听老神，了后佫听即个少年判各自无共款的意见做参考。后来伊采用少年派的高压政策，反倒激怒北以色列人彻底甲大别家决裂。因另外佫成立叫做以色列国的新国家，也拥护耶路伯安做因的新王，叫罗伯安转去犹大食家己。自此以后，以色列联合王国就分裂成做南北国，各自发展，落尾也各自灭亡。今日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范围是历代志下卷第10章到11章。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第10章1节到5节。耶路伯安见罗波安。耶路伯安代表北以色列的人民，甲罗波安谈判，望减轻劳役苦工。若同意北以色列人的请求，就任伊做王。罗波安讲，伊考虑3日了后，才要答复。第2段是第10章6节到11节。罗波安伊听出元老派甲少年派无共的意见。元老派建议伊爱用好话来安答人民的不满，若是少年派加油添醋，讲着爱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才袂伫遐黑白花黑白吵。第3段第10章12节到19节。罗波安激怒北以色列人民反叛。罗波安伊无采取元老派老神怀柔意见，反倒照少年派意见做出
加强事业的政策宣示，结果王的歹声扫就引起北以色列人的反叛，宣告甲大比王国要拆股分治。北以色列人因赶罗波安转去南犹大，罗波安死硬毋走，阁派罗动部长阿多兰去要用赶压民，结果阿多兰互愤怒的民众用石头钉死，情势完全失控。罗波安只好鼻仔猛地赶紧尾仔夹着上战车走转去耶路撒冷。第四段是先知西玛雅劝阻南北分裂的战争。十一章第1到4节，罗波安转去耶路撒冷，哪想哪无民主，也哪想哪受气，调动大军18万，准备要拍北以色列来讨回失土。毋过，先知西玛雅奉上主差派去劝勉罗波安爱收兵。解在罗波安最后也认清现实，暂时无甲北以色列交战。第五段是十一章50到11节，罗波安伫犹太甲便雅悯地区起15座坚固城。罗波安为着要应应国家分裂的变局，可能会导致外敌来犯，所以伫东西南三方面来加强军事防卫，去坚固的城15座，也派军队驻守，阁有指挥官甲武器、粮食，做好防敌抗战的准备。第六段是11章13节到17节，祭司甲利未人归顺犹大。咱来看梁记的记载，当耶罗波安做北国开基祖的时，伊毋但袂晓信靠上帝、敬畏上帝，反倒当伊为着要巩固家己的政权，做出违背上帝心意的歹代志。将民意为着惊信靠上帝的人民上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就做2只金牛仔像伫但甲伯特利讲，这就是上帝来误导人民拜假神。另外，为着要伊也来去袂少的遮异教的山头坛神庙，也随意任用普通人担任祭司，也因为安尼，以色列各支族所有决心要找求上主的以色列人，拢对利未人去耶路撒冷，要献祭互上主因列祖的上帝。罗波安伫做王起初的3年，因为伊有遵行大卫甲所罗门的路，所以也吸引部分的北以色列的人民对祭司利未人移民来到南犹大。第七段11章18节到23节，在讲罗波安的婚姻甲家庭。罗波安甲伊的老爸所罗门共款是盗窃主义者，伊家己娶18某，阁有60个妃，生28个囝甲60个查某囝。伫遮济个某囝中间，伊上疼疼玛迦甲伊的囝阿比亚，也设立阿比亚做太子。罗波安在生的时就分派伊遮个囝去分别住伫犹大甲便雅悯，也就是指南犹大国的境内逐个坚固城，也互因生活无虑，搁共款互因也娶真济某。娶真济某的目的是通甲各地方的权贵世家透过联姻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这也是
所罗门留落来的统治手段。这个所罗门伊聪明过头，也在伫贪婪女色，结果一步一步行歪偏差。伊的囝罗波安伫晚年共款得罪上帝，所以身教不严，也行伫共款犯拜偶像的罪。对历代志下卷第10章到11章，互咱通学习到什么教示？第一，5万石冈山。所罗门是古今第一智者，伊的智慧、聪明、财富、名声，通讲世间无人通甲伊通比拼。所罗门也写作箴言甲传道书诚侪圣经语录来传世。毋过，伊的囝罗波安只有伫荣华富贵、安乐中间长大。虽然养尊处优，也受当世上好的教育甲上好家世出身。毋过，伊毋知民间疾苦，也袂晓体恤民情。就算伊无讲，我的尾指比我的老爸的腰较粗，即款的粗鲁话。毋过，伊用恐吓高压的话语讲：我的老爸互恁背重会担，我要互恁搁较重会担。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即款胸怀压白的话一出喙，震慑民心。结果，伊的阿公大笔拍下的江山，伊的老爸所罗门壮大的帝国，竟然袂堪得伊5万的一两句话，就致使民族失和，国家分裂，而且占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也拢甲伊断绝关系。可见，毋管是偌大的国家政府，一旦若失去民心，也真容易会互人民看破骹手，搁毋甜。当然，罗波安会失落大半的江山，也毋简单是伊的傲慢态度引起的。这只是引火线，主要的原因也是所罗门来种下。所罗门起初是一个难得的好王，伊尊崇上帝，伊有尊崇老爸代表的教示，敬畏上帝，也去做完成圣殿，也互祭司、利未人心安立命，带领人民敬拜上帝、服侍上帝，也用上帝予伊的智慧，伊有打造富强的国家，带予人民幸福安乐。只是后来，所罗门贪恋女色，败坏信仰甲道德，对上帝的信仰无够坚定，偷偷拜外邦的神明偶像，也互人民陷入拜偶像的大罪。为了扩展财富甲关系，不断建设劳民伤财，人民的重担也缀甲片片喘，叫苦连天。这拢是民族失和、国家分裂的主因。历史是一面镜，无论是对伫为政者，也是咱个人，拢是照镜。俗语讲：满受损，谦受益。最后所教是咱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第二，失信落福气，失信落福气。亚伯安因为对家己无自信，也致到伊失信，若无信仰，也无信心，甲无信仰。原本上帝要祝福亚伯安，要将大笔拍下的江山，所罗门会奋斗打拼，帝国大部分的国土甲资产免费白白送互罗波安。
两记上悬宰章379、380节，上帝也讲：我竞选你，照你所爱，互你做以色列的王。你若亲像我的仆人大卫，听我所有的命令，行我的道路，做我看做正直的事，守我的规例甲诫命，我就甲你同在，将以色列交互你，甲你建立稳固的王朝，亲像我为大卫所做相款。总是罗波安伊干那要爱上帝的赏赐的王国甲王位，伊并无要遵守上主的教示甲命令，伊对上帝失信，也因为安尼，伊去杀上帝，上帝也毋甜。伊的王朝传到伊的囝第二代做王的时，就受谋杀篡位。王朝头尾只不过维持24年久若定。耶波安伊本来是人民的代言人，是北以色列的英雄，也是上帝去当竞选的王。总是因为伊无自信，搁对上帝失信，失去信用，失去信心，也失去信仰。结果上帝予伊的福气，伊也全部交留了，这实在是真无彩。上帝也透过主耶稣应允，要互咱天国，要互咱永生。若假使咱失了信用、信心、信仰，也会变成甲耶路伯安的结局共款，迄就真了然。第三，伫遮讲起认清事实，设定停损点。虽然罗波安是大卫的囝，是所罗门的孙，毋过毕竟大卫是大卫，所罗门是所罗门，罗波安也只是罗波安。只不过罗波安伊家世好，家境条件也比人较好若定。罗波安起头有迄种豪门骄盗的心态，伊伫甲耶路伯安对跋的过程，掠做伊恶友上大也是上济的缴本甲资产，想讲家己稳赢，会当用权势压倒北以色列人民的呼吁之声，然后伊用搁较重的担要来剥削人民，殊不知伊跋输缴，搁输甲土土土。伊也掠做讲伊还阁有王牌，派出罗工部长出来要用强势的手段，就通挽回败势，镇压异己，无拍算人民的怒火，互罗波安尾业力满面全头花，逃走转去耶路撒冷。起初罗波安还想要用军队去平反北国的叛乱。若真正安尼，南北大战引发兄弟民族相残，的确会两败俱伤，会真做世间人的笑柄。该在罗波安伫听探先知示玛雅的话，知影这事是出自上帝，就无出兵攻击北以色列人。对安尼，罗波安伊认清事实。也就是自此以后，以色列联合王国已经是过去式。以色列人分裂成做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也就是北以色列甲南犹大，已经是无变的代志。罗波安伫清点伊的国家的即个国土、国力、资源，伊重新振作。也做好经营南犹大即个小国家的拍算甲推动，起先伊有起造佮强化犹大甲便雅悯境内15座的军事城，防备来自外敌可能趁机侵犯。
另外伫内政，因为伊起初也信靠上帝，所以就吸引来自北以色列国的祭司利未人甲信奉上帝虔诚以色列人纷纷移民逃课，壮大国家甲社会坚固稳定。这也互咱警醒，咱也千万毋通掠做家己真敖真下，目头伤悬，看别人无。咱爱清楚家己的本事、能力、资本到底到伫倒位。咱爱甲迄个输袂起的虚荣心摕掉，重新设定家己的停损点底线，就亲像球队的运动比赛中间，了解彼此的实力、优缺点，采取好的战略，就算伫前一两局失分，后面也有可能会得分，甚至有可能会逆转胜，伫最后的一局赢转来。这也亲像耶稣咧讲浪子的故事。当浪子认清楚家己伊的有限甲不配，伊倒转来老爸的厝，伊的人生亲像顶头生，通做一个新的人，有新的开始。愿咱存谦卑的心，会晓敬畏上帝，疼惜众人，对上帝有信仰甲信心，来承受上帝所赐的福气，也互咱无自高自反。咱认捌家己的界限底线伫倒，咱爱持续惜福。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一个新的主日，互阮来到伫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伫遮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教示，互阮也知，阮家己即个有限，甲着爱诚侪一个谦卑的人，安尼才会当受祝福，也求主看顾帮赞，互阮通伫继续的日子中间，搁较得到上帝你看顾引带甲带领，行伫正确的人生，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包括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